咱即摆遮所在是内海之路啦，是内海之路，你所看嘿，这就是四车湖。哦，台港内海安尼。这条大路通台湾，一路行到山海圳绿岛，阿良、阿强伫遮得到线索。下骹嘿，机咧行。伫下骹行嘿，对，嘿，啊，顶悬就是人甲车咧行。顶遐是光子走溪流。啊，这是铁树走水库。爱用骑铁马，沿水路向玉山行，到底爱骑偌远，还可会拄到什么好耍的代志？好行，要向倒一边啊？啊，拢是安尼咧刮有诶哦。对，啊，你看我这就是安尼。 45K，乌山头水库。几年到45K。 4月14号拜二暗时9点，准时收看这条大路通台湾，看内海之路，会行往倒位去。